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所要共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到15节。经文标题是基督徒的自由。我们首先来共读经文。第1节，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，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所以你们要挺起胸膛，不要再让奴隶的恶控制你们。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接受割礼，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。现在我再次警告你们，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，必须遵守全部的法律。想依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以关系的人，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，自绝于上帝的恩典。第5节，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着的，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以的关系，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。第7节，你们一向都表现得很好，是谁阻挡了你们，使你们不再服从真理呢？这种劝诱当然不是出于那呼召你们的上帝。俗话说，一点点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。可是我仍然信任你们，因为我们同在主的生命里。我深信你们一定不至于跟我有不同的见解，只是那搅乱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将受上帝惩罚。第11节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若继续宣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迫害呢？我若这样做的话，即使传基督的十字架，也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障碍了。我倒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阉割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选召你们，要你们成为自由人，只是不可用这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，却要以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部的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面。
要当心呐、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咬相吞，你们一定同归于尽。以上，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5章1到15节的核心是关于靠着基督得自由，以及要警惕重回律法辖制的危险。保罗强调，信徒在基督里已得自由，这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而是要以爱心互相服侍。若为了得救而受割礼，这代表走回头路，去接受律法的辖制，就等于与基督隔绝。基督的救恩对他就没有益处了。割礼的起源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当时上帝吩咐先祖亚伯拉罕为自己和后裔施行割礼，作为世世代代与神立约的记号。于是割礼成为犹太人重要的传统，并且是遵守犹太律法的表现。然而，耶稣已然降生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，就是为了成全律法的义。信靠耶稣已然成为与神和好的关键。然而，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将律法看得比神的恩典来得重要，想要引导信徒走回律法与传统的窠臼。保罗用讽刺的气话说，这么爱割礼，那要不干脆阉割了算了。犹太律法主义者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更是不愿意与外邦人分享神子民的福分，不明白神的爱是为了全人类的爱，而紧抓着特殊身份，制造门槛来树立特殊地位。这正是宗教主义的特色。可能会有人想说，信耶稣又行割礼，这样双重认证难道不好吗？首先，若需要双重认证，那就代表基督的赎价不是绝对完全，以至于需要靠守律法，也就是人为的努力来补足，来确保。这样所信的基督就不是完全的基督，是假的基督。所以单纯的信，完全的信，才是真实的信。再者，基督的救恩若介入人的作为，那救恩就落入了宗教。宗教是用人的思想来创造神，由人来解释神，这样神的旨意就因为人的私心而偏离。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既要享有基督的救恩，又要享有宗教的权利，因此就成为福音的拦阻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，是白白赏赐的救恩，只要借着相信耶稣是基督，就能得着。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真理。回顾今天的经文，第5章开头第1节，保罗告诉信徒，基督已将我们从律法的辖制中释放出来，使我们得以自由。保罗并且告诫我们要坚定立场，守住这个得胜的自由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。而第2节到第4节说，如果相信受割礼是称义的条件之一，基督的救恩就对你无益了。这代表着在基督的救恩之外，又加上了人的行为作为得救的条件，那就等于否定了基督救恩的完全。任何想靠律法得救的人，都与基督的恩典隔绝了。接下来第5节到第12节说到了一个重点，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。耶稣成全律法的义，所成就的结果是神差圣灵降临，住在我们心中。信徒是靠着基督，借着圣灵的内住，才得着称义的盼望。接下来第13节到第15节更进一步的，保罗说到，信徒蒙召得自由的目的，不是随心所欲放纵情欲，而是为了彼此服侍。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，
有了圣灵的力量，就当用爱心彼此服侍。最后，保罗警告说，若凭血气争论，彼此攻击，即使动机是为了捍卫真理，最终也可能导致彼此毁灭。今天的经文给我的心得是，我们何其有幸，能生在基督救恩来临之后的时代，不用隔着律法去追求神，不用把心力花在教条上，而是可以借着领受基督的救恩，坦然无惧地领受神的爱，而且有圣灵做我们心灵的导师，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与力量。今天我选的金句是第5章第6节，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用永远的爱致意要与我们和你有合一的关系。谢谢天父，你全能的本质用爱来彰显。你差耶稣为爱而生，使我们不用再受律法的约束，而能够借着倚靠耶稣的救恩成为我们的义，并得以领受你赐下的圣灵，做我们和你连结的确据。求耶稣的爱与圣灵的同在，时刻帮助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中，用爱彼此服侍，活出神儿女的样式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手